新冠病毒的疫情对咱的生活是带来着真大的改变。根据着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这个3级的警戒发布了后呢，对上班族来讲，上大的冲击就是第一，防减薪、减班，也就是被逼来请这个无薪假。 第二，业绩来落降，收入来变少。第三，伫厝内底做功课是真无效率。另外，这个日常生活嘛真无利便哦，像要买菜、像通勤，嘛爱有新的对策。发布3级警戒，经济活动嘛进入警戒期，不少人讲生活有够困难，对上班族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调查也发现说，其中呢是以被减薪、减班，还有无薪假24.5%居冠。人力银行调查发现，严重的疫情带来前3冲击，减薪水、减班、无薪假是第1名，第2是业绩减少、收入变少，第3是伫厝内做功课效率无好。民众买物件上大改变，是直买嘴暗就精。 刷落来就是买去实体店面，改做拢伫网络顶买。第3是加付运费减少接触，防疫生活需要新的对策。就11点半之后再去哈，要不然你就一大早8点就去。然后呢，买菜的时候就不要再挑3拣4了。我觉得你用纸箱装了之后呢，有一个好处，你回到家的时候也比较好消毒。疫情期间连买菜拢爱和过去无同，就是要甲风险减少。对通勤族来讲， 疫情期间，火车、公车坐运班次拢减少，路仔开车、骑车的人嘛一定会增加。想要避免伫上下班时间伫路仔塞车，建议要比疫情进前提早至少15分钟出门。坐大众运输嘛要提早减班次，才会使避免一个无细字就会迟到。